好来，乡亲啊，咱回头继续来看高雄，昨来发生着史上上界严重的火灾，城中城大楼的恶火烧死着46条的人命。早起立法院开议进前，院长尤锡坤来宣布，先来默哀1分钟。了后，国民党提出着散会动议，要求行政院甲高雄的立委爱来高雄看灾。讲高雄这辈恶火烧出着民进党伫高雄执政20年的乱象，要求陈其迈落台负责。首先为昨天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立法院开议前，所有立委甲艺术人员为高雄的火灾先默哀1分钟。行政院苏贞昌阁专案将粉红色翠暗换做蓝色的，因为国民党无要放伊宣。在高雄前几天放烟火，现在烧大火，这是民众想要的吗？当然不是。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了多少年？现在高雄出了这样子的事，执政党还不检讨吗？发生这么大的不幸，我们非常难过，应该尽速的把相关的部分做好，而事故的原因，现场要完整保留好，对责任要查究清楚。苏贞昌要求铁早就无简单要开始质询啊，国民党又果提出散会动议。国民党团刚才提的散会动议，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你不能改来改去啊！没有，我刚才有宣布开会。要求参议长落去高雄看，那样发动表决战，要阻挡议事。场外嘛有见到拿监察院前不满林爷伫高雄长期执政施政不力。事件，民进党在那边已经执政超过20几年，这一次城中城事件大火，民进党责无旁贷。那样全面发动提出各种施政的难题，就等民进党一日去解决。